新北市3架车祸就发生伫校门口，我感觉真烦恼，学校保护老师的安全。第宜兰多民意代表建议讲，应该爱甲校园的导护交予警政单位去处理。导护职工分别举机动车，车伫个斑马线头前停落来，互学生通过。3架北大校门口发生严重事故，引起外界烦恼，学校导护老师的安全。因为这样他可以帮我们多注意点，因为有时候家长我们其实都是在注意小朋友，根本不会注意到太远的周遭。是。真侪教师哦，囡仔伫遮要过马路，伊会先停两个囡仔过。导护职工表示，这几年过路人有路权意识，做导护工作已经无这么危险。不过部分家长也是认为，校园周边上学课期间也是应该有警力伫现场，较安心。因为其实人力就是老师就是只有一个嘛，要么就是在教室里面，要么就是在教室外面，所以这个就是要有所取舍。教师职业工会也认为，做导护工作对予教室内底无老师，有民代建议。老师校外当地无保险，公部门应该比较抓胖抓业务便利预算，补贴警察、技警甲技高出勤，和校园导护工作回归警政单位。宜兰县目前各国中小目前的导护工作包含由志工来担任，那另外警察局这边也有在市区的学校也有增派相关的人力县政府回应老师导护范围拢伫校园内底引导学生，未要求老师做骑机动车等下工作。警方表示，已经甲教育单位建立联络管道，共同规划校园周边交通疏导。目前全县已经有36间国小，每日派警力伫现场维护学生囡仔安全。其他学校后续会看警力状况来调整。公视新闻宜兰报道。